大家好，我係番茄仔，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影片。最近聽 Islet、Le Sserafim 同埋 Cat's Eye 呢三對女團，你有冇試過心入面突然之間冒出一句搞乜鬼呢？越聽越有種奇怪嘅感覺，明明好似好熟悉，但係又好似有啲唔係好對路喎。甚至有時你會覺得有一刻係，等陣先，我開始有啲唔係好認得佢哋嘅 style。以前我哋聽 K-pop 可能係因為我哋本身中意佢嘅韓文嘅 chorus， 或者係佢整齊嘅編舞，或者係嗰種一聽就知道係 K-pop 嘅味道。但係而家當你一打開 TikTok、Spotify 或者係 YouTube Shorts 嘅話，越嚟越多新嘅女團嘅歌，你未必即刻分得到到底佢係用韓文定係用英文為主，甚至有啲歌你一聽係會覺得佢似一隻英美嘅流行曲多過 K-pop。但係最奇怪嘅係，你竟然都係會記得個 hook， 你會跟住個 drop 去喐。咁到底 K-pop 發生嘅一件咩事呢？佢係變得更加全球，定係我哋以前熟悉嗰種 K-pop 而家開始慢慢變咗做另外一樣嘢？如果你最近有留意呢三對女團嘅話，可能你會發現其實背後有一件更加大嘅事已經靜靜雞喺度發生緊。所以今日我想同你拆開呢一個謎團。喺講落去之前，請大家記得撳翻個 like， 分享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謝支持。今年4月、5月都係女團回歸嘅重頭戲，有 aespa、Baby Monster、NMIXX、ITZY， 但係今日要討論嘅呢三對女團 Le Sserafim、Islet、Cat's Eye， 其實已經話咗俾你哋知佢哋公司 Hype Entertainment 今年係想點樣改變 K-pop 呢一個 concept。Islet 其實係好有代表性，當你留意佢哋最近呢幾首歌，你會發現佢哋唔係再用嗰一種傳統慢慢去鋪個 chorus 再推去高潮嘅方法，而係用一種非常快、非常即時嘅方法去捉住你。當你第一次聽 It's Me， 你未必會即刻記得成個完整嘅旋律，但係當你聽下呢度。聽過呢度，可能你就會好容易記得呢一個聲音嘅質感、節奏嘅切口，同埋好快入到腦嘅。換句話嚟講，佢唔係想你首先要理解呢隻歌，而係你要記得呢一隻歌。我認為 Islet 近年一直好擅長做一種爆紅性質嘅流行歌，由 Magnetic 開始去到之後幾首作品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嘅歌可以極快建立辨識度。It's Me 更加係似想將呢一個方向推前一步。呢隻歌唔係以一個完整嘅故事感去成立，而係以聲音記憶、節奏辨識度同埋重播性去成立。因為而家一隻歌最先遇到觀眾嘅方法，可能好容易就係嚟自 TikTok、Reels、YouTube Shorts。你可能得10秒鐘甚至5秒鐘嘅時間，如果呢度幾秒鐘嘅時間入唔到你個腦，其實觀眾已經係挖走咗呢一條片。所以我會話 Islet 而家做緊嘅永遠唔係淨係做緊寫歌咁簡單，而係一個可以即刻被記住嘅聲音入口。而 Le Sserafim 就係行緊另一個方向。如果你話 Islet 係講緊即時記憶嘅話，咁 Le Sserafim 就係講緊即時身體反應。Celebration 呢隻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未必首先用歌詞去拉你入去，而係用個 beat、用個 groove、用個旋律。換句話嚟講，你個身體會首先理解呢隻歌，你未必會逐句記得個歌詞，但係你會知道，呢度就係要喐啦。但係你會知道，當你睇完套 MV 之後，你見到佢個 chorus 其實係講緊5個團員都係喺度揈緊個頭，你就知道當你聽到呢一部分，你個頭亦都要應該跟住喐。呢隻歌你未必會即刻覺得佢係傳統意義上最好聽嘅嗰一種歌，但係你可以好清楚想象到，一去到現場其實係會即刻好爆，因為呢一隻歌其實係好適合大型音樂節全球巡演，因為一上台就唔需要翻譯，唔需要解釋，只要呢隻歌個 drop 一落，觀眾已經即刻明白。所以我會話 Celebration 其實唔係好單純嘅一首單曲，佢更加似係為大型現場而設計嘅能量工具。等我好簡單咁樣去介紹一下 Cat's Eye 呢對女團先。其實佢哋係由 Hype Corporation 同埋 Gavin Records 一齊打造，6位成員分別係嚟自美國、南韓、菲律賓同埋瑞士，即係話其實佢哋本身就係由幾個唔同嘅文化背景拼湊埋一齊嘅一個組合。Cat's Eye 呢對女團可能係最值得討論嘅。最近 BBC 訪問佢哋嘅時候，用咗一個好關鍵嘅詞語 Global Girl Group， 唔係講緊韓國女團，亦都唔係美國女團，係全球女團。呢一隻歌 Pinky Up， 我會覺得前段其實有唔錯嘅 build up， 同埋有早期10年代 Eurodance 嘅味道，旋律、節奏鋪排都建立得幾好，但係去到 chorus 就即刻變咗有啲 TikTok 化嘅感覺，即係話其實呢隻歌有機會係被設計成先產生反應，而唔係先建立呢一個音樂內容。
正正就係 KSI 最值得爭議嘅地方，因為呢一隻歌某程度上面似係一個測試，佢係測試緊全球市場而家究竟有幾多人係需要聽一個完整嘅歌曲結構，定係其實只要一個好夠快記住嘅 hook， 一個夠快嘅即時反應，一個夠社交平台傳播嘅 moment 就已經足夠呢。所以我會話 KSI 一開始佢本身已經喺外面，已經唔係用緊一個普通嘅韓國市場嘅模式去建立佢哋自己嘅身份。簡單啲嚟講 It's Me 呢隻歌就係記憶點行先， Celebration 呢隻歌就係身體反應行先，而 Pinky Up 呢隻歌就係全球平台嘅傳播力要行先。表面睇三首歌好似風格唔係好一樣，但係其實背後佢哋都係講緊一件事，佢哋都係講緊一種即時嘅觸發機制。當你睇到呢一度嘅時候，其實可能你已經識得問呢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咁多女團，尤其是呢3隊最近都會不約而同咁樣去重新靠近 EDM 電子跳舞風格。如果你平時有聽開睇開 K-pop， 你一定有聽過4大巨頭嘅公司 SM、JYP、YG 同埋 HYBE， 但係其實佢哋唔係4間娛樂公司咁簡單，佢哋係4種唔同嘅 K-pop 哲學。SM 就擅長世界觀， JYP 就擅長親近感同埋全球本地化， YG 就係擅長 icon 同埋態度，而 HYBE 就最唔同。由 BTS 崛起之後， HYBE 開始唔係淨係做藝人咁簡單，佢開始要做全球內容、全球巡演、平台、Weverse、粉絲生態系統。簡單啲嚟講，以前唱片公司就係做作品，而家 HYBE 佢係要開始做系統。以前第一代、第二代 K-pop， 你可能會首先被佢嘅舞台、編曲、造型、偶像魅力去吸引，之後先至慢慢去學韓文，即係話你之前就係先接受 K-pop 文化，再去慢慢接受個語言。但係當去到第3代啦，去到 BTS、Blackpink 開始大量出現英文，而家最新嘅變化係有時連完整嘅句子都已經唔再重要，你可能只需要一個 hook、一個 drop、一個舞蹈動作，你嘅身體已經會有反應。呢一樣嘢其實就已經代表 K-pop 唔係再透過語言去建立連結，而係透過你嘅五官。可能你會問，點解 EDM 突然之間會翻嚟？近年你可能會見到嘅就係好多 HYBE 嘅女團作品都重新靠近 EDM、Techno 或者係 Club Driven 嘅一個 rhythm。點解會係咁？因為其實 EDM 有一個非常之全球化嘅優勢，就係佢唔需要語言，你未必知道個歌詞講乜，但係你知道其實個高潮就係要嚟啦，而家就係要落個 drop， 呢一度就係要跳。而 Blackpink 最新嘅呢隻歌 Jump 就係同你正正講緊呢一樣嘢。而 EDM 天生更加容易係俾 DJ 去 remix， 一首有清晰節奏嘅骨架、drop 位明確、loop 位強勁嘅歌，其實係非常之適合落去 clubbing 用嘅。即係話 DJ 可以好自然將佢拆開，再做翻自己嘅版本。而一旦進入咗呢一個循環，首歌嘅生命就唔係淨係停留喺佢嘅原本嘅版本，而係會可能喺音樂節、電音派對、DJ 嘅 song list 入邊重新曝光出嚟。所以如果女團嘅作品越嚟越向 EDM 靠近嘅話，呢一個動態可能會開始改變，即係話 K-pop 就會慢慢由原本嘅粉絲文化，佢由內部傳播去進入另外一種更加大規模嘅全球 circulation。所以我會話 HYBE 近年重新用 EDM 未必係復古咁簡單，反而係更加似要揾翻一種最適合全球平台、全球現場、全球二次傳播嘅聲音工具。仲有一個好緊要嘅深層變化，就係以前嘅歌可能係個終點，而家嘅歌開始變成手段。以前講緊第一、第二代 K-pop 年代，由 Hot、東方神起、少女時代 2NE1 開始，佢哋 K-pop 做緊嘅係一種比較經典嘅文化輸出模式。首先有作品，個作品紅咗啦，海外觀眾就會識得去接觸你，慢慢再建立呢個 fan base、語言興趣、韓國文化嘅好奇。換句話嚟講，以前嘅歌曲係個終點，公司最緊要做嘅就係要做一隻成功嘅歌。但係而家唔同啦，近年 HYBE 甚至可能成個 K-pop 嘅產業開始出現一個好明顯嘅轉向，歌曲唔再係終點，而係變成方法。隻歌唔單止係俾你聽，佢哋開始承擔更加大嘅功能，要去吸引全球注意力，降低全球辨識度，降低文化進入嘅門檻，打開平台流量嘅入口，將觀眾帶入更加大嘅內容系統。以前韓流主要係要將韓國嘅作品輸出去海外，而家就係將韓國嘅製造流行文化嘅方法出口去到海外，即係話要將 K-pop 嘅練習生制度、表演訓練、舞台紀律、視覺包裝、形象包裝、粉絲經營、內容生態、多平台同步推廣等等。換句話嚟講，以前輸出產品，而家就係要輸出個方法。你見到而家喺墨西哥又好似 Santos Bravos 男團，又或者喺印尼又好似 Nona 呢
一啲嘅女團，佢哋未必係傳統意義上 K-pop 嘅團隊，但係你會明顯地感受到佢哋嘅訓練邏輯、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推廣嘅節奏個架構，其實成件事已經好 K-pop。呢一樣嘢其實已經唔係單純嘅海外模仿咁簡單，而係 K-pop 開始變成一套全球好容易可以複製到嘅工業方法。所以其實今日好值得問嘅問題已經唔係到底 K-pop 仲係咪單純以前嘅 K-pop， 而係當 K-pop 由音樂變成系統嘅時候，佢下一步會變成乜嘢？以前 K-pop 係用緊韓國文化打開世界，而家 K-pop 係開始用節奏、系統同埋方法令到全世界同步。而2026年 Hybe Entertainment 最新推出嘅計劃 Hybe 2.0， 可能正正就係呢一場轉變最早嘅預告。最後大家記得留言講下自己嘅睇法，我哋下條片再見。